Hello，大家好，我係阿南啊。咁最近咧呢個急症室有加價啦，有好多公共醫療嘅服務都加價。咁阿南個 channel 咧之前咧都同大家講解過一啲公營醫療費用減免嘅情況。最近亦都多咗啲老友記啦，唔同嘅觀眾啦都有睇翻以前啲片。咁亦都有觀眾話，可能呢一啲嘅計劃啊，會唔會其實到依家都已經啱用呢？咁所以阿南今日咧就叫做同大家溫故知新，就同大家講解一下呢一個公共醫療豁免咧，究竟點樣申請嘅。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手留言、訂閱、分享、讚好。咁事不宜遲，我哋立即開始啦。咁好，首先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究竟喺香港，如果你要用一啲公共醫療服務嘅時候，如果你想申請呢一個費用減免嘅時候，究竟有啲乜嘢嘅申請資格啦？係咪有啲嘅咩年齡嘅限制、健康嘅狀況或者係經濟狀況先係合乎資格去申請呢？今日呢條片咧就會同大家逐一講解嘅。首先同大家講少少背景先啦。咁呢一個公共醫療嘅豁免收費計劃咧，其實佢嘅原因咧，佢嘅背景咧，就係為咗咧，等香港嘅市民咧，唔會因為經濟嘅原因而得唔到一啲適切嘅醫療照顧。咁呢個計劃咧就涵括喺醫管局轄下啦一啲嘅醫療設施啦，一啲嘅診所等等嘅。包括公立醫院嘅住院服務啦、急症室服務啦、專科門診、普通科門診、日間醫院、社康服務同埋一啲注射啊、敷藥等等嘅服務。咁豁免嘅範圍咧，亦都包括診所開一啲處方藥俾你嘅一啲費用嘅。咁喺呢度咧，首先就同大家講咗三款最簡單易明嘅合資格人士先。首先第一類人士就係呢一個綜合社會保障嘅受助人，簡單啲嚟講就係綜援嘅受助人啦。第二類就係如果你係呢一個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裏邊第零級別院舍券嘅持有人咧，亦都可以免卻咗呢個公共醫療嘅費用。第三種亦都係最多人符合資格嘅咧，就係你年滿75歲，同埋你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嘅受助人。咁呢三類嘅合資格人士咧，就唔需要額外再去做一個申請噶啦。你只需要去到呢啲公營醫療嘅服務機構裏邊，同佢講，你係合資格人士，咁你提供翻你嘅身份證俾佢咧，佢哋對翻相關嘅資料，其實就可以豁免翻你個醫療費用嘅。第二款嘅合資格人士咧，就需要去事先做一個申請嘅。咁呢一類嘅合資格人士咧，大體就包括係一啲低收入人士啦，你係一啲長期病患者啦，或者你係一啲貧困嘅年長病人。咁呢一類嘅人士咧，需要咧經過兩方面嘅因素去做一個審查，包括一個經濟嘅審查啦，同埋一個叫做非經濟嘅因素。咁呢一度咧，稍後阿南都會同大家詳細去解解，究竟經濟嘅因素同埋非經濟因素用啲乜嘢去準則去審查你嘅。咁首先啦，呢一度咧就同大家講下，如果你係譬如低收入人士，主要咧都係用一個經濟嘅準則咧去做一個審查嘅。如果你申請開一啲政府嘅津貼都知㗎啦，經濟審查不外乎都係收入同埋資產嘅。咁呢一度咧，阿南就將醫管局嘅一啲資料咧就搬咗過嚟，就同大家講一講。但係大家唔需要詳細記嘅，因為稍後咧都會有一個小嘅程式咧去教大家計下究竟自己合唔合乎呢個準則。首先第一個就係你病人每個月嘅家庭入息，就唔可以超過咧呢一個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嘅75%。第二啦，資產值咧亦都唔可以超過佢一個家庭人數嘅指定嘅上限。呢度要留意啦，如果你成個家庭裏邊你有一個自住物業嘅話咧，而嗰個自住物業係就唔會計落去你嘅資產額度嘅。咁首先喺呢一度，如果大家想快啲知道自己合唔合乎呢個經濟準則咧，可以喺呢一個經濟審查嘅計算程式嗰度就會做一個好快嘅審查啦，就俾你知道咧自己合唔合乎準則㗎啦。咁而家熒光幕大家見到嘅咧就係一個收入嘅限額同埋資產嘅限額。咁我哋喺度咧首先就睇下收入嘅限額先啦。咁喺上面嗰個圖表上面咧就會見到你嘅家庭人數係幾多人嘅時候，咁
佢家庭住戶每個月嘅入息中位數咧，就喺第二行嗰個數度顯示咗出嚟。打一個譬如，你一家4口嘅話咧，家庭月入嘅中位數咧就係49,400蚊。咁如果咧你嘅家庭月入係唔超過37,000或者係24,700蚊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得到部分醫療費用嘅減免同埋全數減免。咁呢一度咧分別就係代表佢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嘅75% 同埋50%。咁下面啦，資產限額裏邊咧，又係攞翻4個人嘅家庭人數作為例子啦。如果你嘅資產上限係17萬，咁呢4個人咧就當中冇人係一個長者成員嘅。如果你當中係有長者成員嘅話，有1位、2位嘅話咧，咁就分別係338000同埋506000去計算嘅。咁因為咧，你有家庭成員係長者嘅話咧，你相對要留翻啲嘅退休金啊，或者你可能未來一啲醫療嘅開支都會多啲。咁所以咧，佢哋嘅資產上限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下啦。咁啱啱講過啦，呢一個經濟因素之後咧，就有一啲非經濟因素啦。咁包括咧你一啲可能嘅健康情況啦，或者你嘅家庭情況嘅。咁呢度咧都有少少嘅例子咧，係由醫管局咧提供俾大家嘅。咁啊，包括病人嘅臨床情況啦。咁呢一個臨床情況可以由呢一個公營嘅醫療服務嘅頻密程度同埋你嘅病情嘅嚴重性去作為界定。咁如果你係一位殘疾人士，或者你係需要去供養子女嘅單親家長或者其他嘅弱勢社群嘅話咧，咁亦都符合呢個非經濟準則嘅。咁啊，第三咧就係話，如果呢一個社署或者呢個醫管局去提供俾你呢一個醫療豁免減費嘅話咧，係可以幫你解決到一啲家庭問題咧。咁呢一個亦都係其中一個經濟準則嚟嘅。咁啊，第四啦，就係如果病人你本身有其他特別嘅開支，尤其是一啲恆常嘅開支嘅話咧，咁係令到你難以去支付呢一個公共醫療費用嘅話，咁呢一個亦都係呢一個醫務社工咧去評定呢一個非經濟原則嘅一個因素嚟嘅。咁好啦，講完究竟你合唔合資格之後咧，就要講下究竟申請嘅方法究竟係點樣啦。咁啱啱有講過啦，如果你係攞緊綜援啦，你係呢一個0級嘅社區券啦，同埋呢一個75歲以上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咧，就唔需要再申請嘅。咁呢一個申請方法咧，係俾第二類唔係啱啱阿南提及到嗰啲人士去做一個申請嘅。咁如果你想申請呢一個醫療費用豁免嘅話咧，首先你就可以去呢一個公立醫院啦，或者診所佢哋嘅醫務社會服務部，又或者喺你住緊周邊嘅時候，揾一揾你社署嘅一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咁呢一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咧，其實香港18區咧都會有嘅，亦都可以上網去查一查究竟社署最近你嘅家庭服務中心喺邊度啦。咁啊，或者咧係一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或者其他指定嘅服務單位。咁呢一度咧，大家亦都可以向社署查詢究竟邊一度可以幫你申請嘅。咁好啦，講完點樣申請之後咧，你一定要準備一啲文件去申請嘅。咁你所需嘅文件咧，你係必須要帶同正本啦，同埋副本去做申請嘅。咁呢一度咧，其實就列咗5個文件嘅種類俾大家，但係實際上咧，有啲咩文件要大家提供咧？我建議大家要問咗呢一個社署或者你嘅醫務社工咧，究竟佢實際上咧需要啲咩文件咧去做一個申請嘅。咁呢5種嘅種類咧，就包括病人啦，同埋你家庭成員嘅身份證明啦。第二個咧就係病人同埋同住家庭，你哋一啲同住嘅證明，咁啊包括咧係一啲租約啦，或者係一啲住址證明等等嘅文件啦。第三就係你嘅收入證明啦，收入證明不外乎咧，其實都係一啲糧單啊、月結單啊等等嘅文件啦。第四就係資產證明，資產證明咧有機會咧就係包括啱啱所講嘅一啲嘅銀行月結單之外啦，有機會就係如果你有自住物業嘅，咁你都要提供翻你自住物業嘅一啲嘅證明啦。第5就係你一啲支出嘅證明，咁支出嘅證明咧就唔係一定要嘅，但係啱啱阿南有提過啦，如果你係一啲特別嘅支出，尤其是係一啲恆常嘅支出係需要支付，令到你唔能夠咧去支付你嘅醫療費用嘅話，咁你亦都要提供翻一啲所謂嘅支出證明，亦都可能係一啲月結單啊，或者係一啲嘅收據啊等等嘅情況，就可以證明咧你
支出究竟係有幾多啦。好，咁最後咧，阿藍再同大家用一用呢一個經濟審查計算程式啦。咁喺第一頁呢一度咧，就會係一啲嘅聲明啦、一啲嘅條款等等啦。咁大家咧剔咗呢個格仔之後咧，就撳確定使用。咁之後咧，亦都會有啲嘅簡介啦、一啲嘅申請資格啦，同埋申請方法嘅。咁大家咧有需要咧，就可以閱讀一下呢啲相關嘅條文嘅。咁啊，閱讀完之後就可以撳右下角下一步。咁喺呢一度咧，就首先要大家填寫嘅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你有冇一啲家庭成員啦。咁我哋而家咧暫時為咗簡單起見，我哋就以一個人為家庭嘅人數啦。咁喺呢個家庭人數裏邊咧，有幾多個係長者，咁都需要去填寫嘅。咁啊，同埋你平均6個月嘅入息係幾多咧，就要喺下面呢一個部分去填寫嘅。咁大家咧，如果見到申請年齡時係咪已經達到65歲以上，咁我就以我自己作為例子啦。咁我就唔係65歲以上嘅。咁呢度咧有啲薪金啊、佣金啊、花紅啊、雙糧退休金等等咧，大家可能未必知道。譬如呢個實物得益係啲咩嚟嘅？咁可以撳一撳右邊黃色嘅呢一個問號。咁佢就話啦，譬如實物得益係咩咧？包括房屋啦、教育啦、旅程膳食等等嘅實物利益，即係有人送啲嘢俾你嘅時候嘅價值係幾多？咁喺呢一度咧，譬如打一個譬如，原來我個薪金可能係好少嘅，可能得11000蚊左右。咁跟住咧，我哋就填下一步啦。呢度啦就填翻我嘅資產啦，譬如我嘅現金啦、存款啦、投資項目啦。咁呢一度亦都係有個黃色嘅格仔咧，係可以俾大家睇下。譬如保險同年金就最多人問㗎啦，就包括一啲咧投資聯繫嘅保險計劃、人壽保險、年金計劃嘅現金價值啦、紅利啦，同埋可以自由動用嘅價值。咁啊，呢一啲咧就係佢一啲嘅講解嚟嘅。咁理解完之後，原來可能我嘅存款大概可能只係得大概10萬蚊左右。咁跟住咧填寫完之後，我就撳下一步啦。咁喺呢度咧就話如果我一個人去作為一個家庭嘅總收入咧，佢就係未能符合我嘅醫療豁免費用準則喎。點解咧？就話我每個月嘅家庭收入咧就高出咗75% 家庭月入中位數啦，同埋呢個家庭總資產咧亦都喺限額之外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初步咧作一個審查嘅一個結果嚟嘅。咁大家有需要嘅，阿藍都會將呢一個網址咧擺翻喺連結欄嘅下面嗰度，等大家可以試用嘅。好，咁今日呢條片咧就去到呢一度啦。咁啊，最近呢一個公營醫療急症室嘅收費咧都加價嘅時候，令到多咗觀眾啦或者市民咧都睇下點樣可以減輕到佢哋嘅醫療費用開支。咁希望今日呢條片咧就可以幫到大家。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嘅，亦都歡迎咧喺呢條片下面留言話俾阿藍知。咁阿藍咧就會盡量解答你呢個問題噶啦。希望大家咧可以幫手留言、訂閱、分享、讚好。我哋下次再見，拜拜。